拄则咱听到就是台北市市长郭文德上新的讲法。另外，这方面要来关心，咱拄则收到上新的消息，就是新闻拄开始，咱看到总统府的记者会，总统蔡英文就讲到，针对到中国武汉来到台湾的旅行团全部暂停。交通部部长林佳龙透早日的应变小组会议内底就讨论到，有关中国大陆武汉来到台湾的旅游团，今仔日无出团，也毋过本地明仔载按算有2团会到台湾，刷来29年节休假进前，也有8团拢总178人会来，交通部已经来协调取消，刷来会含疾管署做伙来讨论要安怎继续来防疫。这是咱拄则收到上新的消息。另外，这方面，佫继续来关心中国大陆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继续拖，航空公司嘛提出办法，华航已经同意服务人员执勤的时会当挂嘴烟，另外收餐点的时嘛会当挂手笼。针对到今仔日往回中国甲香港航班会准备嘴烟予人客，另外中营航空全部的航班拢有穿 N95和一般医疗型的嘴烟。半路若是拄到旅客有发烧的情形，嘛会尽量调整座位去较空旷的所在。刷来会清洁消毒，降低为人的风险。